神雷山育儿圣堂爱祥单位114年3月份起会班，班开始，向吴家母行30公里，前到1鞠躬，再鞠躬，3鞠躬，坤到1鞠躬，再鞠躬，3鞠躬，恭请礼佛师慈悲。 前到1鞠躬，坤到1鞠躬，点传师好，点传师好，好，请坐下。各位前贤大德，大家好，会使讲，非常的这个热情，非常欢喜，会当今仔日，咱礼拜大家来重要的活动咧来同参同研究这个兴趣。 首先嘛，要感应这个咱上天然后感恩之意，咱老祖师有这个丰足台湾，师尊师母两个老大人这个大德中宾，目前这个5代医生，以及咱陈前人，这个大仙呢，咱陈前人。 医生在先啦吼，以及咱新闻山的这个大家长，是咱的周建仁的领导，咱副建仁高建师，以及这个国处的处长，这个精心的安排，是咱这个班，所以咱大家带咱来同接母婴。 还是个活动的补教，所以来说讲时间非常的这个紧啦吼。咱会记今年进前个月，就是咱的农历过年，咱到今仔日呢，都可能一个月有啊啦吼，拢无开班，今仔日算第一班的这个体育班啦吼。 所以会使讲非常的难得，因为今仔日这个班应该是由咱副监人，或者是这个咱班经理、张经理，因来主办啦，因是咱这当地这个领导，咱互学的这算海外山西就对啦吼。今仔日咱副监人的因为离这个透早就坐游览车去。 这个台北咱这个有老顾问去验乡，了后呢，伊就要去坐飞机过泰国，因为泰国咧办这个新春晚啦吼，因为咱台湾呢新春晚先开，来搭对国点吼，所以国点的事，离这个咱台湾的新春晚开好势了后，完成了后。 大家拢向国外咧走，咱本来话，咱爱上单位开发这个泰国，所以负责人咧含这个干经理因即拢伫泰国，咱班经理都今仔日阮咱台北可能也有课去，张经理就走去外地，我咧开班工作，所以今仔日有着学校来甲咱咧做这个班啦吼，所以嘛是真正叫咱建议，所以咱今日来开这个班呢，叫做体育班，
这是对先生每一个月拢爱做这个班啦。那么什么叫做开会咱会记咱打第一届来叫做开智慧，那智慧呢，其实叫做妙智慧，妙智慧，咱迄个智慧爱搁加一个妙，讲非常的玄妙，无形无相，迄叫做妙智慧。所以咱来求道叫做开智慧。那么咱今日这开会班呢，为什么叫做开会？就是讲要拍分咱的这个智慧了后，互咱的智慧会产生了这个理性。互咱能够发挥咱的理性，那么这个理性叫做光所以智慧就是光。那光要通哪要破除无明，那个世间会乱，家庭会乱，社会会乱，天下会乱，是啥物？是因为咱拢存在这个无明。无明就是啥？无明就是无看，无明就是叫早来，就是咱的灵性向这个外在的尘缘，甲咱蒙蔽掉的早来，所以输了咱无看，看袂清楚。咱看袂清楚安怎？危险。看袂清楚，咱的心就乱。就敢若讲咱今日咧开车，咱若咧开车，咱的头前迄块玻璃迄块玻璃去互迄个尘埃去甲你遮咧，安尼咧开车会危险袂？会袂？会。一定要慎车，一定危险，100%危险，伊无看呀。我就有当仔感觉，咱咧开车若咧落大雨，落到绝境，真正无看。太阳眼镜。你若讲落茫茫伊雨水若搁好咧咧顺的时阵，安那？你讲迄个雨水有迄个写出啦伊定有退化，但是还搁伫咧飞，伊咧飞的时阵还搁伫咧有快啦咱若驶慢还搁有快，但是你若驶紧呢就危险所以对雨水来讲足重要。迄雨水安尼就是啥？就是叫做雨绝。雨绝雨绝无明，所以要将无明扫尽。若是佛教叫啥？佛教叫做洗分。佛教叫洗分，咱叫做洗定。所以产生有理性了，就是要撇除这个无明。所以这个师长禅师啦寒山师长。师长禅师呢，有话讲三界之中分了了，只因无明不了绝，一心无念，心明然，心诚然就是迄诚较歹念啦就是讲一心无念，心诚然，无来无去，无生灭。比如真不见，你敢毋捌看讲？这三界中间这里分了，这世间有分了无？有无？有。咱农业社会足单纯的拢有，你过来迄个气透袂使出来所以呢，三界之中分了了。就是因伊之无明，咱的家庭的婚嫁是安怎？是大家有智慧无？无。一定无智慧，带乱就无明。咱讲起无明嘛起无明就爱有产生迄个无明火出来。无明火烧起来有当时一个小可代志尔会闹离婚，你要相信无？
敢有？世间有这个物件无？为着一项小发代志，但是因为国内的执着，对不对？习惯无相像，老爸离婚了，无买啦，大家说说的啦，以前安尼去对啦，咱拢过去拢时常讲，迄家庭为着敢若订一个起居伊就离婚咧，一个要对头前地，一个要对中地，对中地的人伊就讲你较毋对中地，对迄个头迄几地，因为咱若地尾对不对？拢会走条程序嘛对头前，对迄头前对中地的，讲会当有人嘛所以迄个人的个性，为小个代志，都会欺负伊，家庭就乱。所以要互咱相信这个道理，其实不是要互咱听尔是要互咱笃行。所以人圣经来讲，笃行上重要，笃行就是讲你实际去做上重要。免怎做？我人功夫有少少，但是咱照着讲师咧讲的理，咱摕转去去用去切磋琢磨啦家己去想。因为即个功夫名就对啦对不对？因为代表就是讲你沉得住气吗？你有没有办法忍住？忍辱上重要。伊无啥时间啦互我讲一个迄个故事。当时迄个西方有一个圣人，叫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咱捌听到无？西方的圣人啦，东方的圣人啥？孔子。但是西方的圣人就是苏格拉底，迄个一个大哲学家。因为伊有带一帮学生咧，拢做优秀对啦。有一天，迄个苏格拉底带学生咧，伫伊咧研究室，伫因厝迄个书房里咧研究这个学术就对啦苏格拉底有够好运，伊带一个某加多平剃扫帚对，足歹对啦但这个咧较乱但是苏格拉底拢平常时拢忍起来，拢无加咧计较有一天就拄好，伊伫咧研究学术的时阵因某气皮皮气呼呼就对啦撞入来，就开始大声会骂就对啦骂苏格拉底，带伊学生头前来骂苏格拉底，苏格拉底都笑笑，无去理会他就对啦。伊个主皮的，咱唔插咱来主皮的我咧甲你讲，你无咧甲在意，走入去厨房换一骹咱个桶水桶就对啦。从阮出来对头壳甲呛的，规身躯澹落含迄车衫拢澹就对啦。你看苏格拉底的受入咧，你知影未？伊是一个大哲学家所以嘛咧笑笑就对啦伊咧笑笑，伊甲学生讲，阮太太安尼啦但是恁有哪毋免听恁有哪爱娶某恁有哪爱娶某啦，因为恁若娶某娶到一个好的太太，贤妻，你家庭会足幸福。会遮人幸福嘛人生对对的家庭幸福的嘛拢无另外，大家互相，咱讲相敬如宾嘛，对不对大家足有理性，恁会足幸福，所以袂惊。但是你若娶到迄个歹某，就像这个苏格拉底某这啦伊讲你若娶到这你会成为一个大哲学家。因为伊是一个大家称颂的大哲学家嘛大哲学家英雄迄个圣人对啦伊讲你若娶到歹某，恁会成为这个大哲学家，是安怎？因为你来忍辱你若忍辱过就好啦，对不对？
啊，你若忍了过落啊，就无产生后壁的灾难嘛，吼，因为啊，你有理性嘛，吼，敢是安尼，哦，啊，所以呢，今日咱的课班，就是要互咱啊学习，要安怎会当沉得住气，哦，啊，家庭你着圆满，哦，世间人拢安尼，世间就太，乌克兰甲啥？俄罗斯建交之门啊，普丁无名啊，哦，普丁起无名啊，伊上讲我人两三日就甲你收起来吼，伊无地位无理性，哦，啊所以咧，咱造成咧死啊一人，敢若伊个国家死780万人咧，还佫继续咧建咧，哦，啊所以师德禅师讲三界之中，分了了，只因无明不了转，就是因为要无明，袂叫当然无了转，当然会产生这个问题。哦，啊，所以打乱、社会乱、国乱，啊，天下拢乱。哦，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啦，我到9点去啦，啊，因为我要较早要赶倒来二点，要倒来点倒就对啦吼。所以我就讲到这个所在，最后祝咱新的一年咱这个好的开始会当大家拢非常的这个功德圆满，会当大家做精进，对咱的这个心情拢会当去提升，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以上，感谢，谢谢。感谢点子40杯乾道鞠躬，坤道鞠躬，再热烈掌声感谢点子40杯。